真儕人知影講接觸到這塑膠微粒，其實對咱的身體是無好的。這成分若准帶較重的，安尼就有癌症、失智，也是講早產的幾率。所以醫療界是呼籲要推動法案，完成2030年這塑膠微粒要減30%的目標。來到海邊啊，一大片的塑膠糞掃攏會透過日頭的高溫走出來塑膠粒仔，民眾只要喘氣講話，一寡你目睭看袂到的塑膠粒仔，就無聲無息進入你的腹肚內。那安尼，就連你日常用的塑膠碗、塑管、塑膠袋啊，攏會甲塑膠食入去腹肚內。因為有兩項物件，一項就是講你有可能食入去，對你有傷害；另外一方面就是講，因為咱製造足濟塑膠這個垃圾嘛，吼，伊攏變做細來塑膠粒仔，唔是咱食入，別人嘛攏會食入，所以咱買一個。第二項就講，大家一起要來做減塑。醫生表示，根據國際研究發現，八成的民眾身體內面攏有2至3種的塑膠種類，那會增加失智、大腸癌、肺癌等等，甚至會透過女性的子宮來影響腹肚內的囡仔，造成早產、發育無完全。也透過子宮的迄個胎盤啊啥，會入去子宮內底，所以囡仔的身軀嘛驗會出來講，哇，原來迄個塑膠微粒這麼厲害，攏會。穿透人體安尼，比如講早產迄比例就較懸，啊出世的時陣，伊迄個體重就會較細。拜三來自各界的醫生，包括婦產科、癌症醫學會等等，邀請3黨立委召開記者會，希望透過跨黨派合作，會當共同提案，立法台灣版的塑膠粒仔安全法案，在2030年完成塑膠粒仔減30%的目標。記者陳亞軒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